你有冇長期打鼻鼾、白天精神不振、容易疲倦，或是血壓用藥控制不理想嘅情況呢？如果有，建議進一步檢查評估。過去要確診睡眠窒息症，患者必須到睡眠中心過夜檢查，身上需要貼上10幾條電極線，喺陌生嘅檢查環境裏面瞓一成晚。對好多人嚟講，光係咁嘅環境與儀器限制，就好難安然入睡，反而容易影響檢查結果，造成數據失真。而家臨床診斷有咗全新選擇 Balloon Ring 倍靈指環，佢已獲得美國 FDA 510K 認證，可用於睡眠窒息症嘅輔助診斷。點解我哋要重視睡眠窒息症？因為每一次呼吸暫停都會導致血氧下降，心臟必須加倍負荷運作，血壓亦都隨之飆升。根據流行病學調查顯示，中重度睡眠窒息症患者中，高達80%尚未被診斷出嚟。呢啲人每日都喺無意識中承受健康風險，卻毫不知情。Balloon Ring 倍靈指環個價值正在於此，患者只需要喺屋企自己熟悉嘅床上，似平常一樣瞓一晚，就能完成檢查。指環會連續記錄血氧濃度、脈搏、呼吸中止指數等關鍵數據，並生成客觀報告，作為醫生後續診斷與制定治療方案嘅重要依據。越早診斷，先能夠避免長期累積嘅器官損傷。請記住，優質嘅睡眠先至係健康嘅根本。